占士特公2閱讀理解聲音版，失而復得嘅生日禮物。喺我8歲生日嗰日，爸爸送俾我一份期待已久嘅禮物，一隻閃閃發亮嘅智能手錶。佢嘅表面如明鏡似嘅光滑，錶身柔軟得似絲綢，但喺手腕上輕若無物。呢隻小小嘅科技精靈即刻成為我生活中不可或缺嘅好伙伴。每日早晨，佢會用溫柔嘅震動喚醒我。返學路上，佢會提醒我要專心睇路。做功課嘅時候，佢會計時督促我。就連夜晚瞓覺，佢仲會監測我嘅睡眠質量。我最中意嘅係佢能接收爸媽嘅語音留言，仿佛佢哋時刻陪伴喺我身邊。一個陽光明媚嘅周末，我興高采烈咁帶住手錶去公園玩，跑跑跳跳間，我忽然發現手腕輕飄飄咁，心頭頓時涼咗半截。我就好似隻無頭烏蠅喺公園裏亂轉，翻遍每個角落都揾唔到佢嘅蹤影。翻屋企後，我喊多似個關唔上嘅水龍頭，連媽媽嘅安慰都無法平復我嘅情緒。就喺呢個時候，爸爸好似個超級英雄咁登場啦！佢攞出自己嘅手機，神神秘秘咁話：唔好擔心，我哋嚟玩個尋寶遊戲啦！原來爸爸早就喺手錶裏邊安裝咗定位軟件，佢熟練地操作手機，熒幕上邊顯示出一張詳細嘅公園地圖，只見一個紅點正在閃爍。我哋循住呢個寶藏標記，好快就喺一處灌木叢中揾到咗嗰隻百厭嘅小伙伴。當我再次戴上手錶嗰刻，仿佛揾翻咗失散多年嘅好朋友。我緊緊擁抱住爸爸，喺我心中，佢就係最厲害嘅科技專家，係永遠守護我嘅超人。從嗰陣時開始，每當我睇到手錶，就會諗起爸爸溫暖嘅懷抱，以及佢教會我嘅珍惜之情。呢次經歷唔單止讓我學會咗小心保管物品，更等我深深感受到家人嘅愛與智慧。問答題：一、文章中提到智能手錶有邊啲功能？請列舉3個功能。二、當主角發現手錶唔見時，佢嘅心情如何啦？請用文章中嘅一個比喻嚟描述佢嘅心情。三、爸爸係點樣幫主角揾到手錶嘅？請簡要描述呢個過程。四、文章最後一段提到主角從今次經歷中學到咗乜嘢？請寫出2點。五、你認為爸爸點解會被主角稱為最厲害嘅科技專家？選擇題：一、智能手錶喺主角嘅日常生活中扮演咗乜嘢角色㗎？A. 只係用嚟裝飾， B. 提供娛樂功能， C. 幫助主角管理時間同接收留言， D. 只係用嚟運動。二、主角喺公園裏邊發現手錶唔見咗嘅時候，做咗啲乜嘢呢？ A. 立即翻屋企話俾爸媽知， B. 繼續玩，等下再揾 C. 喺公園裏邊亂轉，翻遍每個角落揾手錶。 D. 去問人哋係咪見到手錶。三、爸爸點樣幫助主角揾到手錶？ A. 問人哋係咪睇到手錶。 B. 使用手機嘅 GPS 功能。 C. 使用手錶內嘅定位軟件。 D. 只係安慰主角。四、主角喺呢一次經歷中對爸爸嘅感受係點樣啊？ A. 感覺爸爸好忙，冇時間幫助佢。 B. 覺得爸爸係最厲害嘅科技專家。 C. 以為爸爸唔關心佢嘅感受。 D. 覺得爸爸唔夠溫暖。呢次經歷對主角嘅影響係乜嘢啊？ A. 俾佢更加依賴科技。 B. 教會佢點樣使用更多科技產品。 C. 俾佢學會小心保管物品。 D. 俾佢對科技失去興趣。